又改屁股了，再买草纸。大家等他一下。哎，侬不会又要开始了吧？开始啥么子啊？就是有个小丑来要起来帮侬配音，随后帮侬谱子呀。瞎讲有啥讲的？困难。哎，我辣搿搭。不是个小丑老一家。搿是啥人辣盖帮侬配音啊？多蒙特啊，总归是真机了。好了，闲话讲转来，㑚真的以为伊是卡了屁股了吗？阿拉已经证实厕所里向的草纸侪是用光的。那个还有人证明伊是吃坏的肚皮再去上厕所的。哪能证明法子啊？第一，从伊刚刚放出来个屁里向，我闻到了一股子培根、洋葱再加眼青椒的味道，就是讲伊夜饭吃的应该是披萨。第二，隔壁邻舍也听到了厕所里向噼里啪啦轰炸的声音。第三，马桶区高头还是有眼热乎乎的，从搿3点看出来，伊应该是吃坏的肚皮了。葛么问题来了，伊到底是哪能介辣盖没草纸，外加还是没草纸芯子的情况下头，拿屁股卡好立起来的呢？用手？还是讲勿卡就直接立起来？伊是坐了马桶高头用手机买的草纸，随后让人家送过来的。介短的辰光哪能可能送得过来了？伊真的是一歇歇就送到了，外加还帮我讲卡了不适宜好调下来。侬好像勿是阿拉搿只动画片里向的人嘛？搞啥不一讲？过来上只厕所。